兩個人可以一齊幾耐，感情好唔好，唔只係靠技巧或者愛得夠唔夠深，更重要係緣分。人海中每一次相遇都唔係偶然，你遇到佢係因為佢嘅能量同你剛好契合。想更明白感情，就要醒乜嘢係緣分。其實緣同份係兩回事，緣係你哋相遇、心動、建立關係，份卻係你哋能否一路陪伴行到最後。你會發現好多分開並唔由人控制，到咗該結束嘅時候，總有一啲意外推動結局。呢個世上所有情感、愛情、親情、友情、相遇同分離，我哋其實都做唔到主，但分開唔一定要彼此傷害。請相信愛係真㗎，承諾講出時都係真㗎，只係後來你哋嘅路不再相同。問問呢個世界邊個冇遺憾？愛係天意，分離都係，無所求，反而會收穫更多。希望你一切都好。